休，今日6月29號，同大家分享就係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啊，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啊，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就22號，咁當時嘅分析就提過啦。咁啊，恒指咧就因為穿咗23,800啦，咁有機會回落到22,700。咁啊，中間有個小嘅支持位嘅。咁就係大概23,200嘅即係當時影片就提過即係可能呢度即係有反彈，但係反彈完咗可能會再落嘅。咁啊，但係恆指咧反彈咧比預期強嘅，咁啊突破翻23,800咁所以就有機會又是再試頂啦。咁呢個就喺 VIP 群嗰度有提過嘅嚇，咁我哋再睇翻23號24號嘅 VIP 群啦，因為24號突破咗嘅嚇，咁當時提過噶啦嚇，咁突破呢個阻力位咧，咁就分分鐘可以再試24,500嘅啦，已經講咗。因為始終多過借個消息夾上去嘅啫。咁雖然係突破咗23,850咁之前提過啦嚇，咁突破話咧就可以再上到啲啊。咁中午嘅時候提過可以上到24,500啦。咁即係呢度嘅前頂到啦。咁所以咧都唔排除嘅即係可以再試，甚至再試多次24,800都得嘅。咁但係就變咗個支持位咧，咁喺24,800嘅啦，變咗就喺呢度咁中午一提過啦支持位變咗就24,800。如果收穿呢個位咧，咁即係話呢度亦都係彈完嘅咁所以我暫時都係傾向就反彈啫就唔係。喺24號晚 VIP 群嘅一面提到啦咁因為突破咗23,800啦，咁有機會嘗試24,500。其實即係24號中午已經講咗㗎啦。影片就提過支持位24,800，喺呢度係講錯嘅應該係23,800先啱嘅。咁但係呢條線嘅位置係啱嘅咁係即係支持位就23,800，守住呢個位咧就試24,500，甚至再挑戰之前嘅高位24,800嘅咁呢個就24號嘅分析啦。咁亦都提過個波浪底下個波浪底下就27號，即係有機會升到27號噶啦。恆指喺27號就再彈多次啦。咁我哋睇翻恆指個大浪嘅分析啦咁27號再彈多次咁你睇翻月線圖先啦。暫時嚟講咧就即係從2018年1月29號高位啦，33,484咁一個大下跌浪嘅 A 咧一個循環 A 浪咧，2020年嘅5月啦 ，B 浪反彈就21年嘅2月，跟住 C 浪下跌22年嘅10月跟住有 D 浪嘅反彈啦。咁 D 浪反彈就有兩個啦。咁之前提過第一個就係即係而家個 D 浪反彈都未完嘅即係可能仲要彈埋呢幾日第二個可能咧就係呢度個 D 就已經喺23年嘅1月完咗，跟住 E 亦都係完埋即係喺24年嘅1月亦都行晒。咁之後開始一個新嘅升浪啦。咁呢個手法就比較樂觀嘅第二個手法就即係話暫時嚟講就只不過一個反彈浪啦行一個 D 嘅話咧，亦都有一個 WSY 咁樣嘅反彈浪嘅WSY 應該係咁即係呢度 ABC 入邊有 ABC， 咁之中亦都有 ABC 咁呢個點解呢個傾向係反彈浪咧？因為我個比例咧，即係從21年嘅3月跌落嚟
跌到落去10月31號嘅呢個跌落嘅反彈0.618，即係啱啱度嗰過唔到啊，暫時過唔到。如果佢過得到咧，咁我就傾向就新路嘅開始啊。咁而家就第二次試呢個位嘅啦即係試25000左右啦。咁睇下可唔可以突破啦。咁如果突破唔到，就變咗呢個藍色嘅 ABC，咁入邊嘅 C 路行緊嚇。而家就我哋睇翻日線圖咧，就啱啱有一個呢度似一個上升嘅通道嘅。呢度有一個上升通道，就由5月12號開始嘅咁又始終嘅人態而家個通道頂大概就係24900啦咁即係話如果佢仲要夾上去咧，咁就夾個通道頂嘅咁大概24900咁呢個所以上多次再落都得下邊第一個支持就呢度啦，23800啦，咁之前個支持位啦，個通道底就23500啫，23500。如果穿23500先就而家就日線如果日線收穿23500咧，就試22700嘅啦。都係睇位先啦但係如果佢上唔到頂呢度如果佢上唔到頂，直接穿落嚟咧，咁好容易通道底都穿嘅。如果佢上到頂先又回落嚟咧，咁個通道底通常咯就有機會守得住，咁再彈多次咁樣咁變咗個反彈浪咧就會再耐啲再延伸得耐啲咁呢個就恒指啦中期就咁樣睇法啦短線都係第一個支持位就VIP 群都提過就係第一個就24200嘅啦因為試咗2次，26號試咗一次，27號試咗一次，咁呢個係最快嘅支持位嘅啦即係最短線。如果收穿24200咧，咁會考驗23800嘅啦。咁最暫時咧就睇呢度24200先啦，短線呢個小時收穿就已經會即係小時收穿24200已經有機會落翻去23800嘅啦。咁但係如果連呢個都守住，咁再試頂咯。再試頂咁就突破嘅話就會試24900嘅啦，差唔多相反等話提過啦穿呢個就試下邊嘅啦。咁呢個就恆指啦。期指其實都差唔多嘅期指都係有一個通道同現貨都差唔多咁都係一個通道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